为了要社会是大人伫日常生活中出外时青菜咧，展现出因的自信甲快乐。台南永康区这个区公所甲大学合作，举办秀出新生青菜讲座甲车手活动，或者老大人会使运用各种色水的衫裤，穿出无同款的变化。 为着要社会是大人，伫咧平常时啊出国装他，会当展现自信。永康区公所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伫咧永康盐行里文化会馆举办青菜讲座和挑花车手活动。 像小饰品、小丝巾的穿搭，让它自己看起来更亮丽、更有活力。在咧课程内底，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服装设计管理系老师用真侪种色水和巾仔来互老大人穿出无同款的变化，或是大人穿的衫会让愈看愈少年。哦，你的九九牌拢是一弯，爱弯一边，你在拍九九拢安尼，所以你要有九九无走平，就是安尼。 永康区公所讲，借这个活动来社区是大人活到老学到老，啊车水过程那活化因的大脑，嘛有大家人生过得真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